在那个都是新农民，我看到了身份证，有看到那个到我呢，老都是都是用民，农民开了，这个给农民的是稍微家里头，那么呢？那个北美的朋友，一种那天你要到去到澳洲北种的到那个北种这个我给了这种网络要过嘛是 OK， 就从北美的飞山朋友呢，到那到是北个朋友我叫啥的 OK， 我也是飞山朋友的啥那些，到人了，因为你华人他们 OK， come help us out。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ไม่ใช่